好，那请回座哈。等一下礼拜结束，我们可以全组都一起再合照一张啊哈。好，这个时候呢，赶快把握时间哈。我们呢今天有2个特别节目，除了洗礼以外，我们就是要邀请呢我们的邱毅小组长，他呢在中保代祷上面有得到很多的学习跟见证。这个时候要请邱毅小组长来分享见证，拍手，哎，拍手来。哎哦。大家平安，很开心在2023年最后一天，12月31号，可以在这边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见证上帝在我们家庭的丰富恩典。我叫做邱玉，我和西道大概是15年前来到富强教会，来到富强的第2年，大概14年前，我们就报名参加中保代祷这个服事。那个时候14年前，我2个孩子自家读高中，志奇读国中，这2个孩子在成长过程真的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功课，很多学习的机会哈。这2个孩子很活泼，很有创意，也非常叛逆，所以14年被来中保代祷服事。那我习惯到中保代祷室的服事呢，我会先把我所先跟神祷告，然后真的是有一段很美好的亲近的时间。我会自己安静，自己跟神有亲近时间之后，我再开始服侍需要的这个祷告代祷卡。那一天，可是它旁边有一个巷子，有很多机车，我没有注意到那个角落。我看到我那个图像是看到那一排脚踏车里面有一辆是我很熟悉的脚踏车，所以那一天祷告服侍完，我跟西道就想要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结果走到东安路的那个店的旁边，真的看到一排脚踏车。很快的，我就找到那一台志奇的脚踏车，等他发现我们，他真的是吓坏了对，没关系，跟他说不要紧张，玩够了，赶快回家了，该回家了我们也回家，他很快就回来了，他在那里耶，对，对，回家之后他很紧张，跟我说：“妈妈，你怎么知道我去网咖？”我说：“上帝跟我说的。”哇，他吓坏了。可是也让我们清楚知道，这让志奇让我很清楚知道，我们敬拜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时刻与我们同在的神，真的是哈利路亚赞美神。14年后，志奇长大了，上帝带领他顺利的大学毕业，在台北有一个代理老师的工作。那因为疫情，他回到台南，也感谢神帮他准备很好的代理老师工作，是在开元国小。那更开心的是，在今年初，志奇通过了飞盘亚洲锦标赛国手的甄选，他成为台湾队的代表代表台湾队出国比赛，好开心哦！这个成为国手出国比赛是志奇从小的心愿，感谢神，真的是让他有这个机会。可是今年呢，他也要面对一个很实际的挑战，就是他国小教师甄试的考试，代理老师总是要面对甄试的考试，那。志奇其实读书考试就志奇来说不是他所擅长的，所以他总是开玩笑说他考试都要考第2次才会过可是今年是他第2次考试这个压力是一定会有的，所以我就跟志奇说志奇你要努力你要好好的准备考试这今年第2年了。他就跟我说：“妈，你不用担心，我会找到时间读书的。”我越听越担心，对，我知道志奇他要上班。他也很热衷他的国手训练，那他还要准备考试，他又很乐意来参加教会的服事，所以我就摆在我自己的祷告中，而且我也写了代祷卡，我写了代祷卡邀请中保代祷的同工会帮我一起祷告。我不只写了代祷卡，我还在小组的代祷墙，我们提名为志奇一起祷告。我还有2个 RPG 祷告小家，每个礼拜。这个姐妹祷告姐妹不会嫌我烦，真的都很同心的为志奇祷告。感谢神，真的是恩待志奇，带领他通过第1阶段的台南的笔试。其实他今年只报2个考试，高雄跟台南。高雄很早考完了，很快他就知道他第1阶段没有通过，只剩下台南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就很认真的祷告，感谢神带领他通过第1阶段的笔试。我们知道。其实我很清楚，这个考试对志奇来说是不容易的，真的是神很大的恩典
我们心里真的是大喊哈利路亚，赞美神。那面对这个上帝的恩呢，志祺真的放下手边一切的事情哦，专心来准备这个第2阶段的试教及面试。第2阶段的试教及面试呢，志祺他自己也写了1张的代祷卡，这是第2张代祷卡。感谢神为志祺真的是预备很多天使，在他带领的学校开元国小，老师邀请了一些资深的校长跟老师帮他办了一些模拟的口试，然后他的学长也帮他收集很多的试教跟口试的资料，都成为他很大的帮助。那口试是快到了哦，那在口试的前一天要抽面试的顺序的时候，志祺心里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他希望抽到1号，就真的抽出来是1号。人家说1号好家在不是我，他说耶1号，感谢上帝啊！回来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很奇怪，真的是感谢神让志祺有勇敢的心，而且有爱主的心。真的感谢神带领志祺很顺利的完成了这个第2阶段的试教跟口试。更感谢神的是放榜了，他通过了第2阶段的甄试，他成为台南市的正式的体育老师。哈利路亚，赞美神！从第1阶段第1趴通过啊，他只低于那个标准分1分，我猜是60几名啊，因为榜单就60几名嘛啊。到第2阶段第22名，上帝的恩典何等的大，真的是何等大的突破！我知道靠着志祺自己的努力，这个考试对他是非常困难的。我也很清楚知道志祺他的不足跟他的软弱，可是上帝的恩典够用。我知道这全然是上帝的恩典，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接下来的是他要分发了，录取25名，他列在22名。西道会跟我们开玩笑说，22名，台南来说，假如不是左镇南西，可能是就是偏远的地区。啊，那我比较实际啊，我就把这个缺额的学校都列出来，跟志祺沙牌推演。我们预期合理会分发的学校是新营，或者是嘉里，或者是善化，合理的区域点。可是不管是左镇南西、新营、嘉里、善化或什么学校，我们相信上帝预备都是最好的。我们摆在祷告中，求神预备适合的学校。分发那一天到了，我陪着志祺去哦，在旁边看，很奇妙，那个比较远的学校在前几名都登记了，结果到22名的时候，他登记到义载国小。哈利路亚，赞美主！上帝真的是预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比我们所想的更近更方便。我们真的觉得我们信靠的上帝真的是何等的美好，我们真的是感谢神。还有2张祷告卡，可是我会很努力很快把它讲完。在上一期中保代祷的时候，8月的时候，我们家老大自家跟媳妇伊宁有回来，他们听了中保代祷的见证分享，他们很感动，他们也请我帮忙写了2张代祷卡，2张都想要换工作。我那时候我很压抑，为什么要换工作？媳妇伊宁她就说，因为她跟老板的理念不是那么近，没有那么相近，而且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对年轻妈妈并不友善。她的老板认为，这个要先努力工作哈，要先这个年轻妈妈太早怀孕是对前途会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鼓励她努力工作，可是对她是很大的挑战哈。那她就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对年轻妈妈或者是准备怀孕的年轻女孩是友善的工作环境。那我真的就帮她写了这张代祷卡。写下代祷卡不久之后，她就跟我说：“妈妈，很奇妙哦，上帝的作为真的很奇妙。”她说：“自从我们写代祷卡，我们帮她代祷之后，她的老板改变很多。她的老板就不会像以前这样一直跟她分享说，不要那么年轻，不要那么快就怀孕，不要那么快的。而且真的在她的工作上，老板的态度上都觉得非常的顺利，让她觉得她可以不用换工作。”真的觉得哈利路亚，感谢神，赞美神，上帝用这个方式回应他的祷告，他很感动。还有第2张的，还有1张代祷卡呢，是自家的代祷卡，他希望可以换新的工作，接受国外业务的不一样的挑战。可是这个代祷卡，上帝并没有马上应允。从8月写下代祷卡，中间有好几次的国外业务的面试，都没有好的消息回复。可是我们不放弃，我们继续祷告，
我们相信上帝有他预备的时间，他会应允的时间。那经过4个月的祷告，志佳通过在12月初拿到一个国际，他很期待一个工作，一个公司的工作，一个国际业务的这个工作的机会。他通过那个面试，在面试中他也经历很多上帝的恩典。他说上帝真是何等的美好，上帝带领他领受这份恩典，他拿到新的工作的录取通知哦。感谢神，虽然没有马上应允，可是他知道上帝所预备的是最好的，是比他当初所求的是更好的一个工作机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真的，我觉得祷告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棒的权柄哦。我们可以在祷告中将我们心里的重担交给神，我们可以在祷告中经历上帝的恩典，